国华府智库指出，有风声传讲中国的华为利用空壳公司摕到超过200万粒台积电 AI 晶片，警告就要提防。嘉义有4位越南籍高一个学生烧酒去钓鱼啊，其中有一个无细日跋落去溪里渡水，送病院有关不幸死亡。高公局建议要修正规范，当着廉价车坐时阵，国道休息站上长会当停车的时间要对4点钟缩短到2点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的暗新闻，我是田雅纯。咱今仔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美国华府智库指出，有风声咧传讲中国的华为公司利用空壳公司摕到超过200万粒台积电的 AI 晶片，警告讲要爱来提防。另外讲到台积电要扩大伫咧美国投资市场，引起各界议论。可惜联合科技的董事长董子贤也搁再发声讲，唔免烦恼台湾的科技产业会无起。台积电的议题还未散，美国华府智库战略甲国际研究中心伫最新的报告指出，有消息人士讲，中国华为公司利用白手套甲台积电落单，得到200多万的 AI 晶片。报告进一步示警，美国应该提防白名单企业做华为的白手套。美中贸易战继续激战，台积电煞变风暴中心之一。大概不会把鸿海搬去郑州或鸿海到印度设厂，就认为掏空鸿海了啊。你会不会觉得广达到上海去设这个笔电厂就掏空广达？应该不会啊。从这个角度看，我是觉得过滤了啦。虽然科技业头人有信心，不过就伫台积电宣布增加投资美国1000亿美金了后，市场持续伫起落。有外资连续9个交易日大卖台积电12万张，同时嘛出现散户大军进场捡俗啊。台积电的股东这几礼拜增加5.6万人，总数来到157万，未满一张的散户有111万9354人，创下历史新高。未来从2026年开始，资本支出如果突破500亿美元的话，那么其实留给台湾的到底还有多少？每年美国会花在300到350亿，台湾大概就只剩下100到150亿。不要忘掉，还有日本熊本厂和德国的德勒斯等。专家嘛提醒，台积电虽然保证长期毛利率53%无变，不过2024年第4季毛利率到59%，所以一定受影响。除了资金调配受关心，台积电还阁面对还阁有北美子公司有员工去年8月发起将近30人的团体诉讼，指控台积电对非东亚的员工有侵蚀，即马都还未落幕。专家指出，台积电后续还阁面对真大文化适应甲管理问题，恐惊会变做伫美国建厂设厂的难题之一。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专家最近常常出现伫咱设置海底电缆线的所在，涉嫌调工，把这电缆线拖好长。即阵咱国防部宣布3月24要伫咧屏东的西南外海操演，互人解读是要来反制中国的专家骚扰。不过海军不会讲，这只是一般的例行性操演。中央强化铺设地带作战，宽鱼轮真接出现大海伫咱国海底电线地区，也若风台海轮顶个月涉嫌将海底电线拖登去，政府用国安战及小心来处理。海巡加强监控乌苗弹船只，国军也展现捍卫海上疆土的决心，发布海军司令部空战空协操演报告单。3月24的操演区域伫屏东西南外海，拄好是宽鱼轮、保顺号，也个 W 轮伫第6海域。那这样子的实际的操演，我相信也能够有效遏阻未来中共或者是其他有心人士来试图来去破坏我国的基础建设、基础设施的这些做法。国军划定的操演范围拄好甲宽鱼轮第6海域定塔，针对意味真高。海军认称是一般例行性操演，并无实施实弹的射击。立委员肯定国军展现合作力量。执行任务。也国军强化建军备战，美方倡议甲大海打造真多地甲警上，经由无人机、军舰占艦，做一摆消灭台湾的强军。不过，这轮国军无人机运用，大部分用伫侦察航母，攻击无人机的部分，国产的减少无人机正伫量产。孙飞弹一行有希望量产，另外也向美国采买金额到300，OTS 600 MV。学者分析，国军无人机的建设必须爱对着时代，配合陆海空的操演来进行验证。
国内可能还没有做到像弹簧刀或是 Artios 这样子的这种自杀无人机。无人机它可能需要一些技术，它就是这个自主的飞行能力，然后那个自主这个导引武器，然后呢，你到那个把这个目标资讯能够回传，判断是不是可以攻击的目标等等哦。那这些技术可能也都是我们目前这个有待这个突破的。台海情势严峻，为伫前线的国防部唔敢大意 ，CMD 增加有兵车开伫路的，警方部也考虑敌情威胁。3月开始，甲部分非武装的驻守站升级成做实弹的武装驻守站，加强重要据点的防卫。另外，国防部初稿发布查到强机9架次，其中7架次超越台湾海峡中线，进入北部甲西南空域，加上强拦7架，也有2粒空飘的机轨侵了台湾，国军拢严密地监控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前一阵仔讲，台湾唯一的名称就是中国台湾省。即阵着几若位去中国发展的台湾艺人，包括侯佩吟、着尤婷、陈建熙等等，拢转发用时制作的图卡，支持这款统战的言论。咱着委会表示，严厉谴责部分艺人，正做要消灭家己国家的旗帜。伫美浦写台湾唯一称呼就是中国台湾省，台湾艺人侯佩吟开第一枪，转发台湾必归图卡，引起真大议论。包括近年来甲演艺事业囥伫中国的张韶涵、欧阳娜娜、陈乔恩、陈妍希，也有赵又廷等人，拢做阵转发大文。台湾地区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前就讲，台湾伫联合国唯一的称呼就是中国台湾省。中国官媒用时随制作图卡，有真侪台湾艺人转发。陆委会表达上界严厉谴责，讲部分艺人变作中共对台统战、消灭家己国家旗帜，也会检视这行为是不是违反两岸人民条例。怎么样的言行才不会触犯两岸关系条例的一些内容？我相信，不用用这个网络出征来代替这个陆委会的一些执法。个人认为非常严重，这种为了自己赚钱、牺牲国家的做法，根本就是卖国贼。立委认为，陆委会应该定定明确的准则，规范倒一寡言行可能触犯，让艺人会当依循。不管说这个艺人知不知道了哈，但是我相信主动希望说发这样子的一个贴文呢，应该是他们的那些中国人的经纪人。因为在中国，你要当经纪人，你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共产党的一个控制。学者分析，中共锁定部分台湾艺人为了拍开中国市场，所以透过予艺人表态主权的立场，操作认知战，结合对外宣传，损害咱国主权，嘛打击个人的民心士气。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2019年年底爆发新冠疫情，世界拢咧欠喙安等等的物资。美国的密苏里州就控告中国共产党垄断囤货、阻碍防疫。今麦联邦法院判决中国，就要来赔偿超过244亿美金的罚款。这是伫咧2020年4月，由密苏里州的检察总长提出的诉讼，指控中国政府隐瞒病毒的消息，佮切断全球其他地区个人防护设备的供应。联邦法院认定这寡行为阻碍美国防疫，判决中国政府得要赔付美国超过244亿美金。虽然中国是拒绝出庭，嘛唔接受这个判决，不过密苏里州的检察总长表示讲，可能会来扣押当地中国人的资产，也有产地。镜头转来看国内，伫咧嘉义有4位越南籍的高级学生烧酒去钓鱼啊，其中有一个咱像是要去捡浮动，无细里跋落去溪里渡水，互救起来送病院，有关是不幸死亡。消防人员就提醒大家讲，这北江溪就算是淡水期，有的所在可能也是有2公尺深，真危险。规条溪是完全禁止去耍水或者是钓鱼啊。搜救人员早装备来溪边找落水的学生，嘉义某一个高级4个读高一越南籍学生，初到下晡到北江溪美德映月桥附近钓鱼，其中一个县长学生囡仔耍意外落水，消防局部赶紧出动救援。有联络到，好，他等下来了之后，帮我问他有没有急救。其他同学电话边着急等待，消防表示，北江溪虽然冬天水量较少，特别是查沙坝看起来真平，不过当年冲蚀，最深有2米，暗中危机，全流血禁止耍水，钓鱼会让人可坑离开。他们先前在垂钓啊，因为浮具的那个浮钩啊脱落
另外有溺水者就下水将准备捞起浮具。落来学生囡仔防救起来已经无开心跳，搜救人员赶紧实施 CPR， 随送医急救。根据了解，现场学生囡仔是因为新南向政策，去年8月来台湾读册，学校机构赶紧先通知伊，共款伫台湾读册的兄弟。放假，他们自己从宿舍出游的，那这个我们也不好掌握。他的哥哥跟姐姐目前是在台湾的，然后我们当然已经有联络他们，他们应该正在赶过来当中。现场学生囡仔送医抢救了后，下晡也是宣告救无转来。本来一定要伫台湾读7年册，性命煞伫拜六佚佗的时阵结束。学校嘛赶紧联络现场的学生囡仔伫越南的家属，会协助因处理后事。记者综合报道。咱常常咧讲行人交通地壳嘅问题，不过过路人嘛得爱来遵守交通规则。来看伫咧家人有一个查甫囡仔，要互因阿嬷载去上课，结果伊违规撞过双黄线的车路，结果车来未互动，这囡仔弄一个头壳着伤，加载是无生命危险。因为是这个囡仔违规在先撞过车路引起的事故，警方嘛甲伊开单举发，由法定代理人来纳500块的罚金。一个查甫囡仔想要行到对面，互阿嬷骑车载去读册，也毋过伊敢若看正边这边，就行过双黄线车道，结果互倒边开来汽车去弄着，加载送病院了后，这个囡仔只有头壳去切着伤，人无要紧。男童穿越马路时遭自小客车刹车不及，发生碰撞，送医，无生命危险。经警方对驾驶人实施酒测，并无酒后驾车行为。警方讲，这个交通事故初三早起发生伫贵人的安一路，双方拢无提出告诉，家己和解。也毋过是囡仔先违规的，警方开单举发，违规行过段路，交由法定代理人来缴这个罚款。男童不依规定擅自穿越马路，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的规定，可以处以新台币500元的罚款。我们会依规定支出罚单后，交由他们法定代理人依规定缴纳。警方也指出，开车的人当时的速度是30到40公里，看到囡仔时是拢袂活动啊。加上这个所在是弯道，初步判定应该是无造成事故责任。教孩子在正确的地方穿越，哪一些地方会有死角的出现？比如说像转弯处的部分，他就应该要离转弯处比较远的地方。成人的部分的话，就应该要教导成人不要在对向侧接送孩童。警方也呼吁过路人唔通随意行过大路，也来长期关心囡仔交通安全的公民团体，也呼吁囡仔过大路进前要遵守停、看、听的这基本规则。开车人也应该爱真小心，注意路况，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即马真侪人拢会饲狗仔、猫仔做伴，毋过若要出外，就要会记把这狗仔、猫仔绑起来，或者是关起来。来看到伫咧庙里有一个富人人牵伊的狗仔出门，结果所有一只世界热骚无绑起来，大只的乌狗冲过来甲因咬着伤送病院。这只乌狗的主人因为无把这乌狗绑起来，除了害人受到攻击着伤，伊即马是互受害者提告伤害，嘛得爱面临着动保法的罚则。老太太叫甲真大声，听得出来当时有偌尔啊惊吓，本来都已经徛起来，佫叫大乌狗为后壁大力扭踹，老太太佫倒落坐落去，大只乌狗继续攻击，事后想到也佫心惊惊，就直接扑过来抓，然后后面我就先抱着我的狗，我当时很混乱的，我知道它一直咬，然后我就一直围着我的狗，一直抱着我的狗，我有站起来，又把我扯下去，然后后面他抱着狗。咬他屁股就把他扯走了。老太太初五暗时我要7点带厝内的柯基狗仔去附近散步，煞去拄到一只无把手大型狗仔连续攻击，佫甲咬，造成伊甲狗仔拢受伤。就医了后，已经甲警方报案。该受伤的民众就医后，对事主提出伤害及毁损告诉，警方受理后依法移送苗栗地方警察署侦办。要有7岁以上的人伴同，如果说是攻击性的犬只，要牵绳戴口罩。大只乌狗因为无人陪嘛，无把手饲主除了互人告，嘛爱面临动保法开罚。七人伫台北邀一只彼得犬雄雄跳出车窗，夹一个骑机车人，造成这个骑机车人受伤，所以饲主同款爱互人罚。有的是太大意了，他觉得说他在家里面不会这样子，但是我就觉得说，因为是猛犬，还有它是一只大型犬的话，那么安全措施都要先做好。养
这些狗不是不能养的，但是你有没有能力去驾驭它们呢？你不要让它去伤害到别人。根据农业部推算，2023年全国家犬已经超过148万只。家犬行为训练师表示，饲狗需要人陪伴甲训练。若做家犬有影响到饲主还是别人的行为，像讲半暝一直吠攻击别人，建议都爱行为训练，无应该放外。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让愈侪人会当来使用国道休息站的停车位，减少长时间占用的问题，高公局是咧建议要修正规范。若当着连假车济时阵，休息站上长会当停车时间要对4点钟缩短到2点钟。若是停超过这个时间，上济会当罚1200块。目前正在研究当中。未少民众开车上国道会到服务区休困，有一寡国道服务区要提供洗身躯间，也是司机的休困室，予大货车的司机会使短暂休困一下。也毋过，高公局讲，部分服务区出现占用停车位状况，将高公局建议修法来公告，要限缩连假也是重点假日服务区停车时间，对4点钟改至2点钟。跟一般的开法是，我觉得是这样是合理的啦。我认为比较热门的地方停车休息站应该这样做，假日经常停不进去嘛，所以你这样限制是有用的。高公局讲，最近半年发现，部分服务区甚至出现把车当作厝的车居族，把车停伫服务区，而且也伫司机歇休困时过眠洗身躯。其中就以湖口服务区重点来出现这种状况。若是有管理员来甲扣劝离开，也会互投诉态度无好。所以讲，高公局才来建议缩短服务区停车时间，限停2点钟。若是超时，会罚600到1200块，就出来提升停车位的周转率。假日在连假在出游的部分，小型车车位不足是比较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大型车、商业车好，但只有驾驶车，基本上它有这样的息，有2个小时到4个小时，他们确实有这种休息。大部分他们在休息的时间也都在离峰时段。觉得说还是要了解这些商车他们的需求，商车不会在一个地方停了，他除非要他休息或者要装货，否则他们都是一直在跑的。高公局讲，有关服务区限停时间牵涉修法，相关作业也伫研议中，实施的时程一阵也未定案。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湾改验到单已经被38单，蒋介石嘛已经过身50单。郭宽斌基金会表示，蒋介石的威权统治对咱的人权、文化甲外交等等，到达有关是造成真大影响。基金会阁专工召开研讨会，要全面来探讨台湾的转型正义。蒋介石自1975年过身到今已经50年，台湾改建嘛未满38年。但是郭宽斌基金会指出，台湾所要伫首都台北用纪念堂在纪念蒋介石这个独裁者，世界嘛要重返中正路、建国路等等的路名。基金会认为这是历史基础转型正义拍到无在所伫。礼拜基金会就侪专家学者办研讨会，希望总体检蒋政权对咱人权、文化和外交等层面的影响。历史记忆你无做好，会影响到转型正义的推动。你转型正义无做好，咱的民主就会非常的脆弱。学者表示，透过研讨会来建立台湾历史和转型正义的论述是非常重要的事工。嘛有 NGO 团体表示，希望转型正义毋但是推动不义为止，也各有设立相关的纪念日，嘛要透过无共方式，互民众在生活中都通了解历史。是因为党国的教育掏空了台湾很多人的真实的历史经验，而导致教科书里面教的历史跟人民的亲身经历是有落差的，觉得说啊这些都是假的啦，政治都是假的啦等等，它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一些我们要追求什么样子的现代国家，我们也不清楚。感觉讲咱的执政单位，也是咱的公民社会，其实会当更加去努力思考，就是讲咱跟我们其他更加靠创意的方式，会当真正伫咱的日常生活内底面，去互人大家耳濡目染，然后去讨论这个代志，然后去熟悉这个历史，咱感觉这是最重要的代志。透过民间团体的鼓吹和拍拼，去年行政院核定5月19是白色恐怖记忆日，希望互民众会记得国家暴力是安怎侵犯人权，嘛提醒执政者莫袂记得过去的错误。基金会表示，所来会展开一系列的活动，希望互社会对历史和转型正义愈来愈有共识。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阿里山出好茶，嘉义县府最近阁出版一本介绍阿里山高山茶新册，邀请到24位捌伫咧全国比赛得顶的
茶农来分享因的知识甲经验，将做未来这技术的参考，嘛希望会当传承提升这个产业。阿里山高山茶的茶农伫茶米修成了后，下面就要继续无闲培茶的工课，家己管配合农业部茶改场，甲24位茶农做茶经验甲故事，整理出册，要让民众来了解阿里山的高山茶。咱的一寡状况，包含咱的栽培环境的部分，咱做茶的过程，以及要安怎泡茶，要安怎啉茶，这部分拢有讲到吼。这本册除了有阿里山高山茶知识以外，内底小界24位茶农，拢是捌伫全国比赛夺过前3名的人。农业部茶改场表示，产茶专业的经验，唔但会当正做知识来传承，对台湾高山茶的产业技术，嘛会当带来提升。这内面有足侪选手的，因大家人的理念拢无共款，吼，会当为伊的理念内面去找到讲，伊找到讲吼，伊适合什么物件有啊，吼，对这茶的认知会熟悉，田间栽培技术的改进，甲做茶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提升，这拢总是伫这本册内底拢会使互大家看得到。嘉义县农业处表示，阿里山高山茶有2300公顷的种植面积，是嘉义县真重要的经济作物。这本册除了是记录嘉义在地发展要50档的高山茶产业，嘛希望透过这本册的发表，让民众对大阿里山地区的高山茶有更加深的认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关心天气，因为大陆冷气团减弱，今仔日开始各地气温渐渐回升。不过早暗悠悬有较冷，就要注意。接落来，阁有2波锋面要接续通过，各地落雨机会也是真大。明仔载后日，桃园以北、东北部甲东部会落阵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拜四、拜五又阁有锋面要通过，各地落雨的机会嘛真大，而且有可能会单雷公会透大风，搁再加上冷空气的影响，北部会搁再降温。咱接落来继续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15度至27度，中部地区15度至27度，南部地区16度至28度，东部地区18度至25度。也有外岛地区11度至20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温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雅纯。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谱，祝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